如果你過咗40歲，仲想好似20幾歲嗰陣時咁樣死捱咧，怪不得咧你個體能咧越 drop 越快。以前咧你可以捱夜啦，唔食飯啦，打全場啦，瞓一晚咧就已經即刻恢復啦。而家咧打場波散幾日，仲要周身痛添。呢個唔係年紀咁簡單，而係生理嘅變化。隨住年紀咧，身體嘅機能咧開始下降，心肺功能下降啦，肌肉恢復會慢咗啦，粒線體啊，你身體嘅發電廠咧衰弱咗，仲有咧你嘅 testosterone 推動能力嘅荷爾蒙啊下降啊。所以當你爬樓梯都喘氣啦，或者你做工做到一半已經冇晒力咧，其實唔係因為你嘅身體走樣，而你嘅身體機能咧已經冇以前咁有效率咧咁樣出能量啦。以下咧先至係真正可以幫到40幾歲你重建體能嘅方法。第一，唔好再操到過火，然後休息唔夠。你嘅神經系統咧已經唔係25歲嗰套啦，你需要咧多啲休息同埋聰明嘅運動，而唔係咧懲罰自己嘅身體。第二，做運動嘅目的咧係支撐增加你嘅能量啊，而唔係淨係喺度燒卡路里咯。優先做一啲真係幫到你嘅耐力嘅動作啦，例如 HIIT 啊、功能性嘅訓練啊、短時間嘅爆發力嘅訓練。第三，每個星期做重訓嘅訓練啦，去保持你嘅肌肉咧同埋荷爾蒙嘅健康。力量咧而家係你嘅基礎。第四，用針對性嘅營養補充品去恢復細胞嘅能量啦，平衡你嘅 testosterone 啦，同埋加快你嘅復原能力。第五，減少啲抽乾你嘅能量嘅食物啊，例如糖啦、酒啦、加工嘅碳水啦，全部咧都會搞亂你嘅新陳代謝。第六，調好你嘅作息，朝早啦曬下太陽啦，夜晚少啲睇熒幕啊，咁每晚咧起碼瞓7至8個鐘。第七，保持喺一個兄弟圈裏面啊，一個 brotherhood 啊，因為當你同其他一齊重建體能嘅爸爸喺埋一齊嗰陣時咧，你會走得更遠啦、更快啦，仲幫到你咧可以保持你嘅動力。呢個唔係要你破你嘅個人紀錄啊，而係要打造一個40歲 plus 版本嘅你咧，有夠力、有更韌、有夠穩定嘅自己。你唔需要再揾多啲動力啦，你只係需要一套同你身體合作，而唔係同你身體對抗嘅系統。體能唔係一定要繼續咁樣 drop 落去嘅，你可以揾翻嚟。當你揾翻嚟嗰陣時，其實所有嘢精力啦、自信啦、家庭嘅時間啦，甚至乎你嘅波技啦，都會一齊提升。加油，bro！